今年其中一个大场面，就是2020年台中跨年晚会。今年更加无共款，有2个主场，也就是双主场的表演。其中后日礼宝场是阿 Ken、Cindy、吴珊如，也有夏雨欣来主持。跨年的时间就是天后徐佳莹陪大家来倒打表数。综艺天王吴宗宪头一届唱跨年暝，甲流行歌王毕书尽好酒沉网底。另外，有艺人王心凌、杨丞琳和安心亚一个刷一个，陪陪将来迎接新年。5、4、3、2、1，甲600秒的灯光秀做伙迎接2020台中跨年晚会，这回有2个主场。后日礼宝乐园由天后徐佳莹陪歌迷做伙倒达时间，综艺天王吴宗宪，佮是头一届伫跨年场唱歌。吴宗宪带因囝乐西派，甲做主持人的查某囝Cindy吴珊如共台，伫台顶敬舞人，甲大家观众人甲笑嗨嗨。台中跨年晚会后日现场有超过40组的艺人轮流表演，开场的嘉宾安心亚一个上台，就互气氛嗨到要变过。你受伤了，你受伤了。天后杨丞琳唔拿甲几落首歌斗起来，佮甲大家做伙唱。真有人气的 rap 新人高尼轩一个上场，大家的歌迷都欢喜甲叽叽叫。晚会现场嘛有长红的歌手吴道源、周兴哲、王心凌这的人轮流上台，陪大家迎接新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